為期2個月嘅石油氣以及汽油價格臨時補貼措施喺今個月26號起實施。有市民認為補貼可以舒緩日常開支壓力，有團體認同政府適時推出補貼紓困，並建議當局持續監察市場，適時延長或者調整補貼安排。為咗應對近期油價上漲，減輕市民嘅日常負擔，特區政府推出為期2個月嘅石油氣及汽油價格臨時補貼措施。補貼採用即時扣減嘅模式，無需市民額外申請。有市民認同補貼措施，認為能夠減輕日常嘅開支。貴咗好多，一加40蚊啊！我哋一個差唔多1個月20零日一罐啦。罐大氣咧就可以補貼34.4。哦，咁即係減翻今次加價嗰啲啦。係啊，你覺得點啊？好啊，梗係好啦，梗係啦，好，即係政府真係好，對我哋啲市民真係好啊，係啊。貴好多啦，直情哇！真係我哋以前入20蚊、入30蚊油嘅，而家入50蚊先至夠啊！而家係咪都可以幫輕下自己？梗係啦，我哋嗰啲先導市民幫下我哋，好嘢，好好嘅。補貼都幾個月都好啲啦。而家呢啲油價有排都唔知幾時跌落嚟啲油價。梗係好啦，對啲百姓市民都係好噶嘛。有得管控就最好啦。不過咧呢啲咧市場嘅波動好難管控，短期可以幫助下咯，長期都係對市民嚟講都係有一定嘅壓力嘅。工會聯合總會副會長梁普宇認同補貼措施，話燃油價格持續波動多月，初期直接影響交通運輸業，隨後逐步影響餐飲等行業嘅營運成本，加重咗居民嘅生活負擔。佢話今次係特區政府繼5月11號推出第1階段柴油補貼後，再推出第2階段汽油及石油氣補貼，反映當局密切關注油價變動對民生嘅影響，及時出台紓困措施。而家第2階段對於一般嗰個汽油以及係石油氣嘅一個嘅補貼啊，咁反映咗政府係真係都密切去關注緊呢油價嘅一個變動對於居民嘅一個生活影響。咁我哋覺得呢一個政府能夠採取一啲咁及時一個措施係絕對係值得去支持嘅。今次嘅汽油嗰方面都可以係補貼到每公升係個半啦。咁家用即係個石油氣啦，罐裝石油氣大罐嘅都係可以補貼到34.4。咁相信呢一個嘅措施對於居民生活呢個直接嘅減免應該係會有一定嘅一個幫助。佢又話：國際油價以及相關地緣形勢短期內難以快速穩定。現階段補貼計劃為期約2個月，期望政府持續監察市場嘅走勢，按實際嘅情況適時延長或者係調整補貼嘅安排。